我已經期待咗翻嚟同我喺咁多年喺香港管弦樂團呢度嘅所有朋友咧一齊有一次咧可以喺個台上面同大家見面啦。今次咧喺呢個音樂會裏邊咧，你哋最好就早啲到場啦，因為當小朋友同埋家長咧一入到嚟呢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已經開始㗎啦，亦都喺呢個指揮未出現之前咧，我已經喺個舞台度同大家變緊魔術㗎啦。咁呢個音樂會咧就係由我啦、Terry 哥哥啦，同埋指揮 Joshua Tang 咧係一齊係諗出嚟嘅一樣嘢。嗱，好難得嘅，通常咧好少機會咧可以個指揮咧，亦都係個演出者嚟嘅。其實你嚟喺1個鐘頭裏邊係睇到呢一個指揮家嘅心路歷程。而且最後尾你會發覺個指揮家原來可以變咗一個魔術師。今次嘅音樂會咧就會充滿有好多嘅視覺嘅元素，因為希望咧小朋友係喺好細個嘅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一啲嘅交響樂，因為咁樣樣咧好可能佢就會記到一世㗎。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故事，同埋有啲咩特別嘅視覺嘅效果咧？咁就要買飛嚟先睇到咯。希望大家咧有一個機會可以見到，就係一齊聽啦，呢個最簡單嘅，但係一齊玩啦，同埋一齊睇一啲意料唔到嘅嘢。咁呢一個音樂會同普通嘅音樂會係有啲唔同嘅。想睇精彩嘅魔術，聽動人嘅音樂，4月10號同埋11號，記住嚟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睇我 Harry 哥哥同埋指揮 Joshua Tang 為你哋準備咗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同埋開心嘅音樂會，約定你到時見啦！